单骑的人马一会儿就杀过来了。殿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去守藏室。情况这么紧急，我们去守藏室。守藏室内的典籍都是我大周的国脉，我们去把它抢来献给楚王。楚军一定会非常高兴，兴许再借我们些兵马。诺。为了确保万一，我亲自去守藏室抢典籍。你带兵到洛邑西门，以作接应。诺。我们走。走，去西门。先生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回去歇息吧。现在外面战事越来越乱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藏馆内的典籍呀。先生，最珍贵的典籍我们已经藏到后院了，那里很安全，应该不会被发现的。是啊，先生，现在朝内很乱，还有几个官员像先生这样恪尽职守啊，他们早就躲进自己的府里不出来了。不要去管别人，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事。开门！开门！什么人在砸门？快开门！我出去看看。好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姬朝带人闯进来了。哦。老子先生，你好啊！有劳殿下挂念。李耳很好，不知殿下为何来此？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想来看看你，顺便借些书简。哦，殿下要借什么书简？借多少？我打算把这藏室内的书简全都借走。我看殿下不是来借书简的，是来抢书简的吧？是又如何？这些书简是我大周之物，我身为大周的王子，难道不能拿吗？殿下要把这些书简拿到哪里去呢？哼，这与你无关。李耳有一言奉劝殿下，不知可愿听否？讲。殿下身为王子，连年争斗，打来打去，却有什么结果？不如听李耳一言，收兵罢斗，为天下苍生想一想，为周氏想一想。不要再让那些无辜的人们再做牺牲品了。这王位本应是我姬朝的，但却被姬猛篡夺，这合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若得不到王位，就是死。
也不会瞑目的。殿下，你太执着了。不要再说了，快把书简交出来。给我搜！一旦发现书简，立即抢走装车。诺。搜仔细了，快那边找找，没有。走走走。禀殿下，藏室内一本书简也没有。老子，书简到底被你藏到哪儿去了？我就不信这书简还能上天入地。给我搜！诺。禀殿下，外面有善骑的士兵。什么？我们走。好悬啊！刚才他们要是去后院，就麻烦了。就是，这个人已经被痊愈冲昏了头脑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锦旗。师傅放心，我们就是死，也不能让一本书简丢失。师傅，童心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长虹大夫在咱们府上，说有急事要找您，请您速速回府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路上小心。好。我回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锦旗。先生放心。师傅，外面太乱，我陪您一起回府吧。不用了，马童，你留下来，帮助他们保护典籍。师傅，师傅，路上多注意安全。啊，我知道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师傅，马童，放心吧。我走了。怎么样？禀殿下，单骑的士兵向东走了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守藏室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赶快出城？
我们先回守藏室抢走典籍，然后马上出城。马童，我这次是来拿书简的，谁要是敢阻拦我，我就要谁的命。你回去告诉老子，他那套不争的理论是无用的。本王子把这些书简抢走了，这就是争来的。 王子殿下，书简找到了。把书简装上车去。诺。哎呀！ 谁再往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给我杀了他！ 走。马头，马头。 叶二哥，我爹去世了，家里一个人也没了。你要不嫌弃我的话，你就带我一块儿去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师傅，凡小事都能悟出大道理，真厉害。人还是要多做善事，要不是李二哥小时候的一念一善，肯定不会有今日无险的舍命相救。李二哥，以后 我也要多做善事。我码头能够有今天，这一切都是先生给我的，感谢先生。先生，您请用酒。马太，
一生安泰。啊，师傅，就叫马泰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师傅，第二个马头再也不能给你传播大道学说了。马童啊，就在我们追寻的路上，追寻的路上，都在何方？都在四方。真童下畔守太清，举步随军马不停。弘道守真舍身去，圣境之中在马童。公元前520年至516年，王子朝带着叛军逃出京都洛邑，单骑等众大臣立周天子之子王子盖为周王，史称周敬王。王子朝向楚国求救，楚国发兵，从此王子朝和王子盖展开了几年的拉锯战。师叔，不要太伤心。王城毁，九鼎灭，藏宝空，此乃天数。成周气数已尽，这是早已有先兆。先兆？什么先兆？你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？当年我在齐云山，恩师师旷就已对我说，大周王城九鼎殿上，一旦玄关落地，就预示着成周气数将尽。当时我还不相信师父的话，后来天火将玄关击落，我亲身历经，心中暗惊，难道王城真的要毁吗？现在想想师父之言，无不应验。如此重大的事情，怎么史书上竟没有记载？成周历代君王都恪守着这个秘密，不得外传，自然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。只可惜，成周几百年的基业，竟要毁于此。更可惜的是，3000多年，这九州万国的书简，竟遭此大劫。你我既为成周的臣民，应该想办法帮助成周避此灾劫。对，我明日上朝就力荐天子，修复王城。王城一府，书剑难毁。
是时候了。其实这藏馆的千古之谜，师叔已猜对了一半。你说什么？千古之谜？你真的知道？这还是要从齐云山说起。40年前，师旷先生要云游天下，师徒分离之时，本元师也告诉了师旷与我。成周立国之时，接收了殷商的全部府库典藏，共分2部分收藏。大部分藏在镐京，成为镐京藏；小部分藏在洛邑，成为洛邑藏。现在镐京藏藏于齐云山，40年后将由你的师叔来齐云山开洞取藏，将这山洞内的典籍全部运回洛邑藏室。但你要记住，一定要等王成坏、玄关落、藏室空时，才能将这个千古之谜说出，否则将会引来杀身之祸。我怕死，所以那日不曾告诉你事情的缘由。唉，假若你早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也许马童就不会死了。都怪我。这一切都是定数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如今这千古之谜终于有了分晓，马头在天之灵也就可以安息了。明日我便禀告天子，到齐云山将全部的典籍运回来。我这守藏师也就完成使命了。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王成悔须大修，方可显我大周之永固，此乃当务之急啊！可是爱卿啊，如今国库空虚，这可请进宫资助。长虹建议扩建周王城，周天子向晋国求援资助，长虹被晋国公卿赵氏所杀，死于非命。此事距本元所说之40年，还有3天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哎，殿下爱吃鱼，下酒菜。搜一下。没什么。进去吧。哎。殿下，酱烧的黄河大鲤鱼。好，等我打回洛邑，给你封个后厨总管当当。多谢殿下。
下去吧。殿下，你趁热吃。公元前504年，周天子姬盖最终借助晋国的势力，彻底打败王子朝。单骑派刺客到楚国，将王子朝杀死。王城已扩建修整完成，从此我大周无忧矣。陛下，王城之内虽固，王城之外已复。先生此话是何意？陛下，大周乃天下之大周，周王乃天下之周王。陛下不可因一个小小的王城而自满，要看一看天下的百姓能不能丰衣足食，百姓们能不能免遭战乱之苦。若百姓不安，百姓不满意，王城虽固，大周也难安矣。先生所言甚是。陛下，大胆老子竟然这样与陛下说话，危言耸听，这是犯上之罪。休得胡言！先生所言乃为国为民，我大周臣子若能都像先生一样，何至于大周衰微至此？还不给寡人退下！诺，陛下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上奏，请陛下恩准。先生请讲。老臣年事已高，欲辞官回乡，请陛下恩准。这先生，战乱刚刚结束，朝中正是用人之际，先生为何要辞官呢？想父王在世，对先生敬爱有加，先生也曾是寡人之师，还望先生留在朝中，寡人有事也可随时向先生请教啊。多谢陛下厚爱。老臣原本早该辞官，只是藏室典籍被姬朝抢走，现在老臣已将齐云山所藏的镐京藏运回守藏室，对陛下、对周氏、对后人，也就有个交代了。老臣现在确实年事已高，力不从心，故请求辞官，回乡归业，请陛下恩准。寡人深知先生的性格，先生决定之事难以更改。既然如此，寡人也不强求了，就准先生辞官回乡。谢陛下。
师傅，已经全部收拾好了。好。哎，童心姐，那个柜子还难吗？哦，师傅，咱们那个柜子还要吗？除了一些随身的衣物和书简，其他的就不要带了。好，先生，先生，马车已经备好了。哦，好，咱们该上路了。嗯，来。先生，您就这样走了？您这一走，这丧事以后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先生，能不能不走啊？典籍的保护不是靠一个人来完成的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保护好它。若干年后，你们也会离开这里，那就要靠后来的人再来保护它了。所以，你们要记住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在此一日，就要尽到他的职守，这样，这些珍贵的典籍才能流传于后世。先生，我们记住了。师傅，我们走吧。李尔告辞了。先生，回去吧，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典籍。诺。先生，先生。童心呐，咱们这次路途遥远呐。我会安排好的，放心吧，陛下。好。见过陛下。先生为何走得如此匆忙啊？既已辞官，当即刻离开京师返乡。这是大周的祖制啊！陛下怎么会在这里？寡人此来是专程为先生送行的。陛下乃当今天子，焉有为归隐官吏送行之理啊？今日寡人非以天子之名来送先生，先生曾为基盖之师，今日寡人是以学生之名来为先生送行的。陛下过谦了。先生，这一走不知何日才能再见，寡人还有许多问题未向先生请教。陛下客气了，有事请讲。
李尔自当回答。好，请先生请。先生，如今周氏衰微，诸侯割据，寡人又刚刚继位，这偌大的天下，寡人该如何治理呢？李尔初入周时，先王也曾问过类似的问题。当时李尔对景王说：“天下之祸，莫大于私欲；天下之患，莫过于相争。衣食起居，人之性也；然过之，则为欲也。庶民争利，大夫争权，诸侯争地，皆私欲所致。天下岂能不乱？若上至王侯，下至庶民，皆少私寡欲，无为而不争，天下何至于乱呢？大周诸侯割据，如何消除他们的私欲呢？治大国若烹小鲜，陛下为一国之君，应以身而行。为天下百姓和各地诸侯做好榜样。治政之策应如此。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最终以无为之法，治天下有为之事，天下自可和谐。先生之言，至深至奥，寡人还需细细体会呀。好了，陛下，李尔该告辞了。先生，寡人何时才能与先生再见？陛下若有事相召，李尔随时可以来和陛下见面。陛下，告辞了。先生，保重。